今集咧繼續我哋請嚟保德醫務嘅謝嘉文中醫師。上一集咧就用咗針灸穴位嘅方法咧去幫助提升個生殖功能喎。咁今集咧就話用湯水啦，咁啊睇下點樣做咯喎。謝醫師你好，好啊，見到你準備咗啲材料啦喺度啦，咁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嗱，喺 IVF 嘅療程裏邊啦，無論係開始緊啦或者進行緊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可以有時用啲焗茶咧去調理下身體嘅。咁呢個焗茶非常之簡單，因為喺中醫嚟講啦，腎同生殖有關，而黑色嘅食物咧亦都會咧增強我哋個生殖嘅功能。咁啊，我哋平時焗茶好簡單，可以買啲黑豆翻嚟，黑豆呢個就係黑豆啦，呢個係黑豆啦。然後咧喺屋企咧用個白鑊，唔使要加油嘅，跟住炒到佢咧好似呢個咁樣少少爆開咁樣，啱啱好噶啦。即係粒種子爆開咗。冇錯啦，因為逢子必爆，我哋話你要將佢嘅功能釋放出嚟咧，就要炒爆少少，但又唔好炒太燶喎，炒得太燶咧，咁就會容易燥噶啦。因為炒製過嘅黑豆咧，佢會加強個溫性，咁就會可以促進翻我哋嘅血液循環。同埋咧，黑豆咧，除咗頭先講黑色入腎同生殖有關之外咧，黑豆皮本身亦都有好多花青素嘅。咁呢個花青素咧，亦都可以咧抗氧化消炎嘅，咁亦都可以咧抵消咧有時我哋生活環境對我哋咧身體有啲卵子精子嘅損害。OK。咁啊，你炒完個黑豆之後啦，譬如好似呢一個杯嘅份量左右，咁你大概用可能兩茶匙嘅份量，然後加啲熱水去焗。就咁嘅份量可以啦。呢個可以㗎啦，係啦。咁倒晒落去，跟住就加熱水。加熱水去焗啦。咁另外你想個口味再豐富啲，又加強一啲養血嘅功效咧，咁就可以加啲枸杞子落去。咁啊有啲酸酸甜甜嘅感覺，咁啊口味層次咧亦都會比較豐富啲。即係兩樣嘢加埋同一杯熱水度焗茶就可以啦。焗大概15至20分鐘左右。有咩好處啊？咁如果兩個加埋嘅話，嗱頭先講過啦，黑豆啦本身係補腎啦，同埋有花青素可以消炎啦。咁另外杞子喺中醫嚟講咧就係一個養肝血嘅藥。咁我自己比較喜歡用杞子嘅，因為紅棗咧有時對一啲體質嚟講比較溫燥，咁嘅杞子咧就適合大部分人嘅體質，冇咁燥，咁亦都會比較溫和。同埋杞子咧又好似黑豆一樣嘅，又係咧我哋叫佢做超級食物啦，外國人又係啦，花青素抗氧化能力好強，即係站在我哋中醫角度啦，養肝血啦，咁啊令你嘅氣血咧比較充足啲，咁啊同時咧同黑豆咧加配埋一齊咧，又係啦增強我哋嘅細胞啊、卵子啊嗰個修復嘅功能。係咪喺 IVF 嘅療程裏面咧，每一日都可以飲㗎？係，咁呢一個可能每日飲1至2杯左右啦。咁當然啦，其他清水啊或者湯水咧都可以一齊配合嘅。因為本身感覺都幾好飲啊，就當平時茶飲都係可以。呢個廚房小白都做到嘅，炒爆啲黑豆嘅話，係簡單係咪？簡單好飲。唔該晒你啊，謝醫師。好。